即摆有袂少的家长爱带小朋友去住亲子饭店，也就是有儿童游戏场的饭店，有地大阁有地爽。行政院消保官第一届抽查到国内的亲子饭店，结果24间有22间无合格。囡仔伫游乐场耍啊真欢喜，忝落去房间困。亲子饭店满足大细汉囡仔心愿，抑过消保官抽查24间有儿童游乐场的亲子饭店，发现讲有22间无符合规定。我们希望业者应该尽快的能够提供那不要把这些有安全疑虑的这游戏场这种东西让我们的消费大众的小朋友来去游玩。消保官讲，抽查出儿童游乐场无符合规定的，像下岛城里安平馆、台南中营酒店、新德福华大饭店等，这10间饭店拢真出名。另外，伫消防安全方面，宜兰的南城精英酒店因为安全门塌掉咧，遂开一张6万块的罚单。新北市野柳的爱华酒店，规栋拢无灭火器。高雄的江省艺术大饭店，若规栋无灭火器，急救的药品伫2012年就过期啊。下岛城里安平馆，若消防安全的设备无符合规定，儿童游乐区嘛无写人数再当限制，搁扩大营业。有了的儿童游戏室，这些以前的缺失，我们现在已经都改善完毕了。有业者赶紧改善，消保官嘛讲，若无改善，罚甲改善为止。依照消保法，上重会使罚150万；消防法、建筑法，嘛会使搁另外罚。提醒业者，唔通无要无紧。民众想要住亲子饭店，除了好耍，嘛爱注意安全。